裘元敏喊我偷出来了，你快送回朝廷，快跟我来。贤德，你哪里走？你扣住特使，皇上如何出兵？哼，派人去通知皇上来打自己，天下有这样的傻子吗？张文表，皇上若不假借你反叛之名出兵，你又怎么立功？不用说了，你们把我当棋子儿，可我不是傻瓜。张文表，你上！把信给我。启禀皇上，史延德回来了。哦，臣史延德参见皇上，臣愧对皇上。快请起。史延德，这一趟辛苦了。张文淼杀了特使，臣只抢得半张求援信。很好。虽然是半张，只要是周保全派人求援，我们就可出兵。命慕容延昭即刻率大军出发。大人，皇上到了。快扶我起来。臣叩见皇上，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！万岁！快请起。诸位兄弟，请起。谢皇上。多谢皇上相送。慕容贤弟，朕要多谢你抱病接受皇命。这是朕统一天下的第一仗，这一仗对朕这个皇帝，对朝廷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啊！朕非要让你出征指挥不可。皇上，臣受国恩，无时不思报效国家。皇上，臣感激戴德，不打赢此仗，誓不回来。好兄弟，朕就等你的好消息了。诸位兄弟，朕记住这一杯酒，等诸位凯旋归来之后，朕要与诸位兄弟共饮此酒。诸位，让我们向皇上保证，不打赢此仗，誓不回来。不赢此仗，誓不回来！不赢此仗，誓不回来！不赢此仗。这么晚了，你还没睡啊？皇上，您回来了。这屋子里怎么这么冷啊？立刻送些炭火进来。臣妾没想到这么晚了皇上还会来，所以没事先暖房。臣妾对不住皇上。身子单薄，就算朕没来，也不要冻着自己啊！不要省这点炭火，知道吗？是。啊，皇上，臣妾给您缝了皮袄，刚刚做好，你试试看。哦。真是暖和，真是舒服，一点都不觉着冷了。皇后，谢谢你啊。皇上，怎么了？穿上这皮袄的确是暖和，但是朕一想到要去战场打仗的慕容延昭，他正病着，却还要风餐露宿，他比朕更需要这件衣服啊！朕要给他送去。皇上，您真是个好皇帝。他们是在为朕做事啊，不只是他，还有在北方驻守的将士们，他们在天寒地冻的地方更冷啊。皇上，臣妾早就带领一批女眷缝冬衣了，近几日就能完工，可以给将士们送暖了。是吗？
你真是个贤德的好皇后啊！朕谢谢你。哎，怎么了？你怎么咳嗽了？你千万要注意自己的身子，不要冻着了，知道吗？朕姐没事儿，皇上不用挂心。好，你先去歇息吧，朕还要批一些奏章。我何其有幸，嫁了你这么一位勤快的好皇帝、好丈夫。但为什么我总是觉得没进到你的内心深处？国主，好像有人来了，小的去看看。啊，佳敏小姐，您怎么在这儿啊？裴公公啊，哦，国主，国主，过来，朕一定给你一个交代，好吗？好漂亮呢！是啊。萨婆，你不是明天才回来吗？怎么提前回来了？我就是不放心你们两个，才提前回来的。碧珠，你把小姐带哪儿去了？一定是你这小丫头不安分。我没有，萨婆。哎呀，小姐，我都回来2个时辰了，这凤栖殿附近我也转了几圈了，就是没有看到你。你把我这老婆子给急死了，你究竟上哪儿去了？你急什么呀？你不在这几天，我不是过得好好的吗？这几天有没有什么人来过呀？啊？还是你们去了什么地方？都干了些什么？哎呀，你们究竟做了些什么呀？我又不是小孩子，你怎么这么不信任我呀？一进屋就问东问西的，你真的很烦。我受夫人托付，我责任在身。你不是孩子，你有多大？你控制得了自己的心性吗？你嫌我烦，我老婆子怕你误闯了诚心堂。已经来不及了，我早就闯了诚心堂。我这2天天天在那儿过的夜，该发生的、不该发生的，全部都发生了。
完了完了，我真该死！那天我要是陪着国主去看养娘的脚，也就不会发生这种事儿了。哎，娘娘，小的对不起您，小的没把国主看好，小的该死了。裴厚德，裴厚德，啊啊！小的该死了！哪来那么多该死啊？干嘛？别傻站在那儿，时辰到了，提灯走吧。提灯走？哎，国主，你要去哪儿啊？你忘了朕晚上约了人了？约了人？好了，你先回去吧。小的在这儿等您。别等了，朕也说不准什么时候回去。哦，那小的就别等了，回去吧。啊，是。佳敏，佳敏，还没来呢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萨普特还在吗？这下完蛋了，我看这次真的出不去了。怎么到现在还不来呢？会不会发生什么事了？不行，朕得亲自去看看。佳敏，哎呀，朕快急死了！到底怎么了？朕一直在担心你啊。是萨婆，她一直在院子里守着，我等的都快急死了。好不容易她累得睡着了，我才偷偷溜出来的。佳敏，我们不能这样。可是我马上就要回润州了，这一去，可能就不再回来了，可能就嫁给别人了。姐夫，就算我嫁给别人，我也要你明白，佳敏从小就仰慕你，爱慕您，恋着你。怎么熄灯了呢？哎呀，睡了，睡了好啊。睡死了，怎么睡死了？哎呀，这可怎么办？这可怎么办呢？这边装好的，先抬到马车上去。慢点啊！来，把那个全部都装好。皇上驾到！平身，平身，诸位平身。
皇上，大家日夜赶工，全都缝好了。您看，正准备送到战场上去呢。好，太好了！诸位嫔妃，诸位女眷，你们的贤淑，朕真是感激在心。谢谢你们，谢谢大家。皇后，朕尤其要谢谢你，是你带领后宫，让朕无后顾之忧。不愧是母仪天下，是天下妇德的表率。从这里渡过。是。好，去吧。大人，皇上送冬衣来了。皇上，快！皇上给他冬衣来了！还想什么呀？臣叩谢皇恩，臣感恩戴德呀！冬衣送到了慕容延昭手里，慕容延昭感激不已。大宋将士万众一心，公元963年一举灭掉荆胡2个割据政权。打胜仗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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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太好了！慕容延昭干得好，不伤一兵一卒，也没有惊吓到百姓。好一个假途灭国之计，可真是妙招啊！对了，高继冲现在人呢？回皇上，高继冲、周保全在慕容将军的押解下，已在回汴京的途中。皇上，统一天下的第一步已经顺利完成了，这第2步，您是要先伐蜀国，还是要先攻取江南的唐国？蜀道难，难于上青天，蜀国难攻易守。皇上，臣以为，还是先取唐。皇上，如果您想美梦成真，臣弟也建议，应该先伐唐。下去吧。是。先发唐，你我就可以早日相会。娥皇，可以吗？我可以先发唐吗？这么多年来，你过得好吗？李六还像以前那样对你吗？娘娘，这是国主让小的拿来送给您的。国主送我礼物？是啊，娘娘。裴公公，这是哪儿进贡来的？这不像是进贡来的，好端端的，国主为什么要送礼呀？娘娘，这可是国主的好意。再说，您先收下吧。你看，裴公公的手都端酸了。是啊，娘娘。
谢娘娘赏脸。小的告退了。怎么走得这么急呀？娘娘，国主他终究还是个明白人，他现在已经不再误会宋朝皇帝送礼的那件事情了，他恢复正常了，他是要跟您过以前恩爱的日子。要是这样，他就应该自己来。他知道我在乎的是什么。可能国主他现在觉得对不起您了，所以才送礼物表示歉意呀。是什么事情感到内疚，还是现在有什么歉意呀？晴儿，晴儿，来呀！娘娘，我先出去一下。萨婆，晴儿，麻烦你跟娘娘说一声，就说佳敏小姐想老夫人了，可否让我们早些回去？娘娘就在里面，要不你自己跟她说吧。哎，我不进去了。萨婆，娘娘，有什么话进来说吧。是。萨婆，我记得你也喜欢吃甜点，尝尝宫里的桂花糕做的好不好吃？不，娘娘，您对奴婢还是像从前那么好，对奴婢还是那么贴心。怎么了？来，萨婆，佳敏惹你生气了？是我这个老婆子，人老了不中用，喜欢唠叨，才会惹得佳敏小姐不高兴。娘娘，你让我们早些回去吧，回去了有夫人看着，就没奴婢的事了。萨婆，佳敏，她怎么惹你生气了？你又怎么对她唠叨了？也没有什么。萨婆，你到底受了什么委屈？娘娘问你，你又不说，那你要娘娘怎么帮你呀？没有委屈，哪有什么委屈啊？奴婢怕佳敏小姐失了分寸，怕辜负了老夫人的嘱托，怕对不起老夫人，更怕对不起娘娘。萨婆，佳敏向来很孩子气，对谁都没大没小惯了，不要紧的。她已经不小了，再这么没大没小的不好。娘娘，还是让我们回去吧啊！我想应该不会。虽说这是宫里，但她毕竟是我妹妹。就算她有时候说话没大没小失了分寸，人家看了她的身份也会礼让她的。可是她对国主，有时候也忘了礼仪，还称国主为姐夫。这我知道，佳敏以前就是这样，还常常在国主跟前撒娇。知道就好了。到时候别怪奴婢事先没告诉您啊。奴婢先走了，奴婢告退。萨婆今天怎么了？佳敏从小就孩子气，她又不是不知道，怎么今天说起话来吞吞吐吐、欲言又止的？难道佳敏真的闯什么祸？国主，怎么样了？娘娘收到礼物有没有说什么？没说什么，不过娘娘谢谢国主的赏赐。那就好。安住真心，降服妄心，是生命刹那的悲喜，还是永恒？唉，我怎么让自己走到了一个难处？国主，不如晚上去柔仪殿吧。娘娘说要亲自谢谢您呢。这事先缓一缓吧。你知道朕前一段时间已经误会娘娘了，朕觉得不太好意思。
朕看，还是再过一段时间吧。可是国主，让朕想清楚吧。是。啊，今天天气多好啊！我们两姐妹呀，就应该像这样常常出来走走，聊聊天。是姐姐。佳敏，在宫中有一段时间了，还习惯吧？一切都很好啊，谢谢姐姐让我留下来。什么时候跟我这么客气啦？听说你想回去了，是不是想家想娘了？姐姐，你是不是要赶我回家呀？我要赶你回家？你看你，我们俩是姐妹，我怎么可能赶你回家呢？那还是萨婆说了些什么？萨婆毕竟是娘从娘家带来的人，她在周家待的时间比我们姐妹都长。她已经把我们看成亲生儿女一样，所以我想啊，不管她做什么事情，都是为了我们好。我知道，她有的时候唠叨一点，但是你呢，要多体谅，不要跟她计较，知道吗？还有啊，宫中不比外面，宫中有宫中的规矩，你要注意，一言一行都不能太招摇，免得惹人家议论。我知道了。怎么了？平日里那么叽叽喳喳的佳敏，今天怎么都不跟姐姐说话啦？我知道了，姐姐。我觉得姐姐话中有话，我好害怕，我担心姐姐发现了会赶我走。如果你要我留下来，你一定要快点想办法，一定要快。这事很急，你把它交给裴公公代转，一定要快。是。扫仔细点，跳起来。裴公公。麻烦您了，裴公公。国主，告诉他，叫他放心，朕会尽快想办法的。是。国主说，叫你们主子放心。谢谢裴公公。急什么急呀？小丫头。萨婆。上哪儿去了？我没去哪儿。把凤栖殿大门的钥匙给我，从今天起我保管。是。哎呀，佳敏小姐不懂事，凭着自己的意思胡作非为，你怎么也跟着不懂事啊？你们再这样下去，迟早会把周家和娘娘搞得不可收拾。我警告你啊，周家完了，佳敏小姐也完了，到时候你也完了，我就叫夫人把你卖到妓院去，你知不知道？我是下人，小姐自己愿意，她又是国主，我能怎么样？我也知道骂你没用，可我将来要如何对夫人交代，如何对娘娘交代？她们姐妹俩要是闹开了，会出大事的，你知不知道啊？哎。今天的汴京城可真是热闹啊！是啊，主子，他们都在庆祝我军在金湖的胜利呢。哦，走。哎，
子，就这样。哎呦，这位爷呀，上我这儿来吧。这位爷，不要拉我！去。张德军啊，在。咱们这是逛到哪儿啊？主子，这是到麦烧巷了，就是妓院街。我们跟着人群走，不知怎么就走到这儿了。哎呀，这两个蠢货也不知道跟到哪儿去了，真是的。哎呦，大爷呀，您面生的很呐，你是第一次来吧？别，我保证给你找个本不要拉我！最红的姑娘，来吧！哎，去，我们家主子没兴趣。去。哎，这是个男人，怎么会没兴趣呢？到底是不是男人呐？饱暖思淫欲，真是堕落。没想到老百姓的生活开始富裕了，这糜烂奢侈之风气倒兴起了。是。找个巷子口出去吧。是。大娘，求求你了，我可以打杂、煮饭、扫地，求你别让我接客呀！笑话，你不接客，我买你干什么？给我打！给我打呀！求求你不要打我，我不要接客呀！打！给我狠狠的打！你这个小贱人啊！我花了钱把你买来，你不接客，我吃什么呀？逼良为娼，我进去看看。哎，主子，奴才求您了，您可不能管这个闲事儿。有人要被逼入火坑了，我怎么能不管这种事呢？哎，主子，这种地方龙蛇混杂，本来就不是您该来的地方。再说这天快黑了，只有奴才一个人，奴才保护不了您呐。主子，好了，我用不着你保护，你在外面等着，我一个人进去。我绝不能袖手旁观，我得把那女子救出来。哎，您不能进去，主子。好了，你给我让开！哎，主子，这种事情天天都有，这可怜女子你救不完呢。打！你们干什么？你是什么人呐？敢管老娘的闲事啊？你逼良为娼，我当然要管。笑话！我花钱买来的，我怎么逼良为娼了？你花了多少钱？我赔你就是了。你替他赎身，那我怎么办啊？我都点了他的蜡烛，我都付钱了。你花了钱，我赔你就是了，难道还不行吗？可以呀，我们这里有规矩的。你要抢出夜权，那就是500倍，5000两。放肆！小四，给我打！是，哎呦我！打呀！哎，小四啊，快去报官！夜明珠，快，小四啊，别去报官了。大爷，您有这价值连城的宝物，您早早的拿出来，咱们也不必伤了那么多的和气呀。这颜娘，你就带走吧。大爷呀，这么价值连城的宝物，就这么给毁了呀！你们的眼里就只有钱吗？难道一条人命还抵不过一颗夜明珠吗？哎呦，主子，把那位姑娘带走。是，快是。还有，他说他要报官，你们替他报官去。是。哼，你呀，就等着吃牢饭吧。启禀皇上，太医来了。臣参见皇上。啊，这位姑娘受了伤，快替她看一看。是。好好的为她医治。朕先离开了。是皇上。娘娘，时间不早了，您早安些吧。你先下去吧。你还有事？娘娘，御书房传话说，皇上带了一位女子进御书房内室了。大胆！皇上的私事你也敢管？奴婢多嘴，下去。是。会是什么样的女子，让皇上如此重视？小心手呀！是。
蕊夫人，花蕊夫人，燕娘谢谢您，燕娘向您磕头，燕娘向您磕头。你认识她吗？是，认识。她是花蕊夫人。花蕊夫人。她是蜀国皇帝孟昶的妃子徐贵妃，因为长得漂亮，在蜀国人人都称她为花蕊夫人。蜀国，花蕊夫人。小女子李艳娘是蜀国成都人士。10岁时，因家父遭罪，被迫入宫成为后宫舞妓。25岁年限到了，方可出宫。但因身份特殊，要离宫必须自筹一笔款子才能离开。艳娘没钱，是花蕊夫人看小女子可怜，才为我赎了身。你就因此结识了花蕊夫人，是吧？是。花蕊夫人对待下人如家中姐妹，只是没想到，艳娘一回到家乡，却又遇上水患，家园一夕之间全没了。艳娘和母亲北来谋生，日前母亲去世，艳娘卖身葬母，却被骗上当。到了妓院，才知道买我的人是保姆。原来如此。朕不认识你所说的花蕊夫人，朕也不知道这世间是否有人长得如此相像。这画像是朕凭着印象请人描绘的，朕要画的并不是什么花蕊夫人，她是朕的。朕是朕的一位红颜知己，如今她身在江南唐宫。小女子艳娘叩见皇上，艳娘无状，误把冯京当马良，请皇上恕罪。艳娘便叩谢皇上救命之恩。好，起来吧，朕并无怪罪之意。谢皇上。朕只是对你所说的花蕊夫人充满了好奇。这世间真有人和娥皇长得如此相像吗？碧珠见过娘娘。碧珠，佳敏也在吗？是，圣宗后野纯小姐一起来的。圣宗后，该您出牌了。这个。哎，不许看，不许看，不许看！有什么关系嘛？让朕哎呀，看一下。不许看，你耍赖皮！朕看一下嘛。不行，不许看。让朕看一下怎么？不能看。朕就要看。不行，母后。啊，娥皇来了。臣妾参见母后，见过国主。佳敏，你也在啊？我不知道你要来。是我宣佳敏进宫，陪我一起用膳的，顺便我们玩了几回叶子牌。啊，是吗？那母后爱玩，以后臣妾经常来陪你。太好了，我们4个人在一起会更好玩。 4个人，可是佳敏马上就要回润州了。那你就多住段日子嘛。是，佳敏遵旨。晴儿，你觉不觉得最近佳敏好像有点不太对劲儿？娘娘，您的意思是？佳敏在我面前跟以前不一样了，她的话少了，而且总是避着我。 可是，在国主和母后面前，她又还像以前一样，那么无拘无束、活泼可爱。这是为什么呢？难道是我这个做姐姐的对她疏忽了？娘娘，您对佳敏小姐还不够好啊！是佳敏小姐她……娘娘，有些话您不问，晴儿也不敢说。晴儿觉得。 刚才在瑶光殿，
佳敏小姐和国主之间实在是太失分寸了。哦，可是他们只是在玩叶子牌呀。娘娘，其实有些话晴儿早就想跟您说了。那天萨婆来找您的时候，晴儿就觉得有点不太对劲儿了。她急着要您让佳敏小姐回去，而且您问她事情的时候，她还急得掉眼泪。萨婆不是这样的，她一定是知道了什么，才会有口难言的。你是说国主和佳敏？啊，不会的，佳敏她才15岁，她还那么小。娘娘，要不我们还是找萨婆或碧珠来问一问吧。还是不用了，主子的事情他们能说什么？别难为他们了。娘娘，您就知道替他们着想，您有没有想过，万一这事儿成真的了，那您可怎么办呢？再说了，佳敏小姐她向来就天真任性，这事儿还是提早防着点儿，不能任她自己发展啊。哎，夫人走的时候不是让您给佳敏小姐物色郎君吗？这事儿您应该积极些了呀。晴儿，啊，娘娘来找国主什么事儿啊？不知道。公公，那国主她最近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啊？没有，没有，就算有，我也不知道。算了，反正你什么也不想说，我还不想问了呢。晴儿，你误会我了。国主，娘在回润州之前曾经留下话来，要臣妾请国主帮佳敏物色个郎君。物色郎君？是啊。是不是应该先问问他，有没有什么心仪的人选？别看他这么大了，但他的脾气还依然像个孩子一样。就算他真的喜欢什么人，是不是真心喜欢人家，怕连他自己都不知道呢。还是娘说的对，佳敏这么淘气，臣妾不该一直把她留在宫里，还是早些帮她定下亲事，也好让她学得沉稳些。国主，上次秋试的人中，不知道国主有没有合意的人选？是有一个叫樊若水的人，他很聪明，外貌也端正。樊若水。哦。参见娘娘。你去找一个叫樊若水的人，这里面有他的住址，找到他，把人带回来。是。樊若水是，听说他在贵司住了很长一段时间。他早就离开了。他秋考没有考中以后，就伤心的走了。哎，请问宫里找他有什么事？请问大师知道他去哪儿了吗？哎，阿弥陀佛，我还真不知道。宫里找他到底何事啊？对不起，大师，无可奉告，告辞。哎，无可奉告，奉告你个头啊！搞得那么神秘。宫里找若水到底什么事啊？有人要秋后算账。若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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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若水。若水，哎呀，你让我找的好苦啊！哎，我是来救你的。救我干什么？我又没犯什么错。哎呀，你知道吗？
宫里的禁卫军来寺里找你来了。找我干什么？他们不肯说呀，每人一副冷面孔，看样子非要找到你。我担心啊，秋氏的事还没有了结。岂有此理！若水，我是担心你，才着急来找你。若水，我看这江南你是待不下去了。真是笑话！你知不知道，我回来每天研究大江的问题。哎呀，我想着如何利用大江之水，帮助百姓的生活过得更好一些。如何让朝廷依靠大江之水，来防止北国宋朝南侵？你现在却告诉我不能待在江南。我看你是得罪了朝廷的官员，你也不能进朝廷当官了。你那些什么破大江的言论啊，都是堆狗屎，一点用也没有。不是，有人在吗？白若水，白若水，白若水。这里应该没人住，我们走。是。怎么样？我没说错，有人找你吧？我去问问，他们找我干什么？你疯了！好汉不吃眼前亏，你没听说过？你知不知道，我最近一直在测量江面。我认为大唐要取回江北14州不是难题。什么狗屁大唐小唐的，你现在必须要断了在唐发展的雄心，知道吗？这是我的家，我在这里生长，我为什么要离开？家？什么是家？只有能温暖你、保护你、关心你的，那才是家。这里已经容不下你了，你不能再待在这儿了。你听我的，去边境找你赵大哥，他能帮你。我一直没告诉你，你赵大哥是大宋皇帝。你发什么呆？你应该高兴才对啊！大宋皇帝，没错。你早就知道了，没错。那你来大唐干什么？我来弘法。弘法？你这个小人，小人！若水，你干什么去啊？若水，你听我跟你说啊！若水，你要到哪儿去啊？若水，你必须要离开江南。若水，你不能再待在江南了。皇上，李艳娘到了。民女李艳娘叩见皇上。好了，免礼，快请起。谢皇上。你的伤都好了吗？是，感谢皇上的关心。朕已经交代内侍总管张德军了，他会送你出宫的，还会给你一笔安家的费用。往后，你若想做一点小生意，或是找个好人家嫁了都可以。朕希望，从此以后你能过上好日子。皇上，您的大恩大德，奴婢没齿难忘，奴婢叩谢皇上。好了，起来吧。谢皇上。艳娘啊，说说花蕊夫人吧，朕对她很是好奇啊。是。花蕊夫人不仅人长得漂亮，她的舞跳得尤其的好。奴婢曾经和她共舞，我们那一舞，眼睛四座。眼睛四座。那是娥皇啊，娥皇那一舞，才真是眼睛四座。花蕊夫人舞跳得好，人更聪慧。听说她年轻的时候就看中了相貌英俊的蜀国皇帝，她就自己安排一计，嫁入皇宫。
的确是个聪明的女子，聪慧又有胆识，也敢争取。唉，娥皇固然也聪慧有胆识，却太过温和了。唉，哈，也不要以为皇帝都是无所不能的。其实，皇帝有时候也很无奈。是谁能让皇上叹气？难道是那画像上的人？没想到，皇上也是个痴心人。他虽然没能与皇上长相厮守，但却得到了皇上如此怀念。他若有知，这一生也了无遗憾了。见过佳敏小姐，奴婢四人是奉国后的懿旨来侍候您的。侍候？我不需要人侍候。奴婢们听候差遣。为什么突然派人给我？你们在门口听候差遣吧。我想休息了。出去啊！是。姐夫，娘娘突然派人给我，是不是她察觉了什么？我该怎么办？我好担心呢。碧珠，你把这信送过去，要快。是。裴公公，你怎么这么笨呢？这么简单都不会呀？麻烦您了，裴公公。谢谢。哎呀，咬娘，你不声不响的，吓死我了。哦，原来是有人偷偷的喜欢你啊！喜欢我？没人喜欢我。这个不是给我的。不是给你的，那是帮别人传的。咬娘，你就当什么都没看见，跟谁也都别说啊。哎，你干嘛那么紧张呢？哎呀，那好吧，我就跟你实话实说了吧。其实这信啊，是佳敏小姐要我代传给国主的。他们俩私下通信啊，已经有一段日子了。怪不得那天我去找佳敏，发现了她桌子上放的那首词。佳敏，佳敏，佳敏。蓬莱院碧天台女，谁写给她的呢？这宫里除了国主，还有谁能写出这么好的词句啊？哎，说句话嘛。说什么呢？随便说点什么都好，总比什么都不说好啊。安静不好吗？安静可以听风声，也可以听见心里的声音。
我得让你们忙活点儿。哦，给我。小姐，花儿来啦！快快快！是词作还是小诗啊？都不是。国主约我今晚3更见面呢。今晚3更，3更怎么出去啊？自从上次钥匙被萨婆拿走以后，大门都是萨婆亲自上锁，更别说现在还多了4个人看着。他们总要睡觉。哎，等他们睡着了，你去偷钥匙。偷钥匙？这万一被萨婆发现，他会把我活活打死。小姐，奴婢不敢啊。哎，有了，记得吗？画圃旁边有一个角门，那儿从来都是扣住，不会上锁的。但是要走那道角门，必须要经过萨婆的房间啊。哎呀，经过就经过，我小心就是了。只不过我一个人溜出去之后，萨婆半夜醒来，你可得帮我挡一挡啊。你一个人，这万一路上碰见别人怎么办呢？哎，你放心吧，我就说我晚上睡不着，出来走走。最怕的就是萨婆。哎，不如今天晚上我们约他们玩叶子牌，玩了几轮之后，我说我困了先睡，你来接替我。你在，他们不会怀疑的，我就可以溜出去啦。好，我这就去通知裴公公，让他今晚3更的时候到花圃外的凉亭接你。哦，娘娘，我做了一些小点心要给国主尝尝。国主在吗？哦，在，小的带您进去，请。国主，娘娘来了。国主，娥皇。哦，娘娘。臣妾学做了一些点心，送来给国主尝尝。很好吃。娥皇，谢谢。娥皇，真对不起你。你我还会是恩爱夫妻吗？当然是了，是真对不起你。娥皇，臣妾不要你说对不起。你我夫妻有什么不能原谅的呢？过去的就让它过去，好吗？哎，这个。小姐，你累啦？是啊，我想睡觉了。碧珠，你来帮我打吧。是。哎，这么早就累了？可能是白天没睡吧。娘娘驾到！参见娘娘。娘娘都免礼了。萨婆，哎，怎么，你们在这儿玩叶子牌呀？是啊，佳敏小姐体贴我，怕我这老婆子晚上无聊，教会我了。啊，你看看，
还是我这个妹妹贴心。哎，要不我也来凑个热闹啊？哎呀，好啊！哎，姐姐请。娘娘，快请坐。哎，快坐。哎呀，这么晚了，没有打扰你们吧？啊，没有没有，早睡晚睡都一样的。那就好。娘娘她呀，在柔一殿不方便玩叶子牌，以后啊可以常到这儿来凑个趣儿了。哎呀，好啊！是啊，在这儿玩啊，就算玩个通宵也没关系啊。啊，玩通宵？